Hello，大家好，DJ 阿基，DJ 哥，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咧全城熱爆嘅話題。一對香港人夫婦嗰次就去日本做全職 YouTuber，賺錢。咁啊，佢哋最近就出咗一條影片，就係話我希望嗰啲觀眾朋友咧就加入做佢哋會員，做付費會員，去支持佢哋繼續去拍片。大約係咁上下啦。咁咧，全香港所有唔係所有啦，好多 YouTuber 咧就借住呢件事件就去鬧爆佢啊，指責佢啊，係一個YouTube 界嘅乞兒啊，咁樣去問觀眾攞錢啊。咁我咧就有感而發，就都想拍翻一條影片，就用我嘅角度去分享下，究竟呢件事係啱定唔啱嘅咧？即係問觀眾，叫觀眾做會員去攞錢，去支持佢自己嗰個頻道。究竟有啲乜嘢可以更加好啊？做得改善得更加好咧？咁嗱，我自己正式喺 YouTube 頻道嗰度賺錢啊，有收入啦。咁咧大約都有成5年幾6年㗎啦。咁啊近呢1-2年咧就比較少啲，因為比較冇咁多影片拍出嚟嘅。咁我自己都有會員頻道嘅喎。咁我先講一講咧，喺 YouTube 世界裏邊咧，近呢1-2年同5-6年前咧好唔同嘅。其實近呢1-2年咧係超級多人拍 YouTube 片，乜嘢人都想去拍 YouTube 片。咁同埋係好多人咧想利用 YouTube 頻道嚟維持生計，即係賺錢，係賺咗一份人工或者更好嘅去有個收入咁樣啦。咁我以前拍 YouTube 片咧就冇呢個心態嘅，因為我開始拍 YouTube 片嘅時間咧，唔係好多人拍，真係唔係好多人拍嘅。咁所以咧唔會知道原來拍 YouTube 可以賺錢嘅喎，係咁樣嘅喎。咁我初拍嘅目的都係話，因為我當時準備裸辭啊，我都係裸辭，就準備放低晒我以前香港20幾年經驗嘅工作。賺得嘅錢都唔少嘅工作，而去一個陌生嘅地方。我當時就去馬來西亞住。咁我當時嘅目標都係有嘅，一定有嘅。咁我都係話諗住2年，我預自己俾2年時間自己，究竟可唔可以成功移居去第二個地方生活嘅？咁但係我亦都冇諗住用 YouTube 嚟賺錢嘅，因為嗰陣時都唔知道原來 YouTube 可以賺錢嘅。咁我拍 YouTube 片嘅原意咧就係諗住記錄低嗰個過程嘅啫。咁點知拍咗第一條影片啫，第一條影片咧就係分享點樣去移居去馬來西亞，有啲咩條件咁樣，坐喺架車度戇居居都唔識講點咁噏咗好耐嘅。咁啊啲朋友睇到都話：哇，咩料啊你，木木獨獨咁樣，即係好似好戇居咁樣啦。咁但係有幾多人睇喎？原來嗰個題材咧又喺嗰一刻咧就吸引到好多觀眾啦，好多朋友咧就都有咁嘅需要，想攞呢啲資訊。咁都叫做好短嘅時間咧，就已經多人睇啦，有一定嘅觀眾啦。咁慢慢咧，就因為觀眾越嚟越多，咁亦都開始喺嗰段時間開始越嚟越多人認識到 YouTube 呢樣嘢啊 ，YouTube 頻道呢樣嘢，好多人去睇 YouTube，咁開始越嚟越少人睇電視嘅喎，突然間係一個轉變嚟嘅，即係我嘅時機係好彩啦，好啱啱喺嗰段時間開始。咁但係因為而家呢段時間去開始拍 YouTube 片，同我嗰陣時咧就真係唔同噶啦。而家係難好多啦。即係假設用翻我嘅比喻，都係講翻關於馬來西亞嘅生活。而家係好多人去做緊呢樣嘢啦。咁我嘅當時咧，我一個人做嘅，差唔多得我一個人做，亦都比較多人睇都係得我一個人做。即係而家我哋睇到呢條片嘅朋友，如果你喺幾年前有諗過想去馬來西亞或者了解下或者想移民嘅，5年前到啦，6年前到啦，你都應該睇過我嘅頻道噶嘛，係咪啊？係嘅，真係下邊寫個 yes 或者俾個係嘅，我睇下我仲有幾多朋友咧原來以前都睇過我喎，而家都仲記得翻我喺度喎，幾有趣㗎拍 YouTube。咁咧呢對香港夫婦咧，佢哋其實我覺得佢哋行嘅方向冇錯嘅，即係年青人做一個挑戰，
自己都有準備嘅，佢哋都話準備咗30萬係半年嘅生活費，咁就申請咗去日本嗰個工作假期，咁啊為期1年嘅，可以俾佢逗留1年。咁啊預咗半年生活費啊嘛，咁一個新嘅嘗試，年青人冇嘢輸嘅，咁佢哋亦都話唔需要照顧屋企人，冇咩負擔嘅，兩個年青夫婦，咁得咪繼續做咯，唔得咁啊輸晒嘅嗰啲錢嘅，咁啊翻香港重新翻工咯，係咪啊？咁今次佢哋出事呢條片咧，就係其中一個 point 咧，就係話佢哋因為4個月啦已經拍咗，咁收入就唔係話好好啦，因為真係唔係容易，可能真係需要更多嘅時間先至可以令到佢嗰個頻道嘅收入咧應付到兩夫婦嘅簡單嘅生活啦喺日本。咁所以咧佢就諗出不如試下開個會員制啦。咁開個會員制，咁希望有啲支持嘅朋友會加入會員，咁每個月有固定嘅少少嘅額外嘅收入，咁就維持佢哋嘅頻道，咁佢更加可以繼續落去啦，繼續拍片落去啦。因為我睇佢嘅影片咧，我都有睇咗好幾條片，咁佢哋都有啲支持者嘅已經，咁確實呢幾年咧都有唔少嘅香港人都有啲興趣啦，可能移居日本啊，或者去做工作假期啊，或者係甚至乎想移民去日本咁樣都有噶嘛，咁所以呢一方面嘅影片亦都有佢嘅一定嘅觀眾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佢哋有一樣嘢做得冇咁好嘅咧，就係嗰個包裝得冇咁好啊。有啲似我想當年嘅，想當年我拍片嘅時間咧，又係其實我唔識得包裝嘅，即係自己心裏邊有嗰句就講嗰句，自己覺得係想嗰樣嘢就係講嗰樣嘢。咁佢哋就係包裝得唔好，就係話我想啲觀眾加入會員就資助我哋去買一啲攝影器材，或者我哋去一啲日本更遠啲嘅地方，有啲旅費去拍一啲更多嘅影片咁樣，咁就瀨嘢啦，咁就引致嚟咧一大班其他嘅 YouTuber 咧就去話佢啦，指責佢啦。哇！你唔應該咁樣㗎，咁佢嗰個會員就好高啦，定到個價錢啊，其中50蚊、100蚊同埋800蚊三個價位，咁好多 YouTuber 去攻擊佢。咁我自己睇咗咧，其實都有啲心酸嘅，覺得有冇錯咧？究竟佢哋有冇做錯咧？我覺得佢個方向咧冇咩大錯嘅，因為其實個個 YouTuber 其中一個收入嘅途徑都係希望有啲觀眾去做會員，去支持佢哋，咁令到佢哋有啲穩定啲嘅收入啦。除咗影片嘅廣告之外，咁講翻我自己啦。嗱，我咧其實我拍片初期咧就冇會員制呢樣嘢，我印象中好似冇會員制呢樣嘢㗎。喺我拍咗一段時間到，大約1年定係年零到，或者係接近1年到，先至開始有會員呢個功能出嚟啊。因為 YouTube 佢都一路發展緊嘅，喺5-6年前咧，佢都係一路發展緊上去，突然間膨脹得好犀利，尤其是喺疫情開始啊，咁好多人韞咗屋企咧，成日都係對住個電話係睇 YouTube 片嘅。咁我當時開會員制咧，我都一樣嘅，同呢對香港夫婦一樣，都有個猶豫，究竟我做唔做呢樣嘢咧？究竟自己有咩資格去叫人哋固定去俾錢去支持你咧？咁我就其實當時我嗰個情況就都有好多觀眾、好多支持者嘅，包括香港嘅人啦，同埋馬來西亞人啦。咁馬來西亞人咧，佢哋咧就會覺得你幫咗我哋推廣馬來西亞呢個國家或者華人世界推廣咗好多，因為可能我拍馬來西亞片之前咧冇咩香港人拍啦，咁外邊嘅人咧唔係好知道馬來西亞咩地方嘅，覺得馬來西亞好落後啊，住喺樹上邊樹屋啊，摘椰子嚟食啊咁樣啊，好窮啊咁樣嘅。咁我拍咗馬來西亞影片之後咧，就好多香港人認識咗，原來馬來西亞都唔錯喎，呢個地方喎咁樣。所以咧當時咧好多馬來西亞觀眾咧，其實佢哋好支持我嘅，佢哋成日話我整咗啲咩馬來西亞美食啊，我想送啲嚟俾你食，或者我開餐廳嘅我好多謝你拍咗呢啲影片推廣咗我哋馬來西亞，咁咧我邀請你嚟我哋嗰度食飯，請我食飯咁樣，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
支持嘅。咁啊，香港嗰邊嘅觀眾亦都係啦，香港嗰邊嘅觀眾咧亦都好多就係好都感謝我啦，感謝我就係話俾佢哋知道咗有一個咁嘅地方，有一個咁嘅選擇，原來可以移居去馬來西亞住嘅喎。咁好多香港朋友亦都係差唔多類型嘅，想去支持我，即係會又係請我食嘢或者讓我食飯，諸如此類都有嘅。咁所以我就決定啦，嗰一刻就決定，咁我不如召開會員頻道啦。既然咁多朋友想支持我，咁我自己又覺得我做嘅嘢都係對啲觀眾都係有幫助喎。原來咁，我覺得如果我開呢個會員頻道，咁可能我收10蚊、20蚊，我好低嗰個價錢，我唔敢開好高嘅價錢嘅。嗰陣時我記得係唔知10蚊港紙，大約係咁上下起步嘅。咁就試下咯，試下去做咯。咁結果又真係都有好多嘅觀眾咧，就真係加入咗做會員嘅喎。咁我仲搞笑咯，即係喺而家呢一刻諗翻啊，哇！如果我係生存喺而家呢一刻，拍一段片又係話我開會員頻道，可能我都俾人鬧死嘅喎。喂，你憑乜嘢收人哋嗰個每個月嘅會員費啊？因為我當時咧話開會員頻道咧，我當時嘅承諾咧，同啲觀眾嘅承諾咧，我係咁樣講嘅。我話其實我俾唔到啲咩額外嘅嘢，大家我又唔覺得會有一啲特別嘅會員影片拍到出嚟，因為當時我每日都出片，出好多片嘅。咁有啲片又冇乜話分開會員影片唔係會員影片，我只係有個會員嘅收費咧，就係其實多謝大家嘅支持，大家覺得都值得喎，贊助下我，或者當係每個月俾幾蚊雞、10蚊雞睇一個節目咁樣，或者睇，因為我出片量好高嘅，當時我日日出片嘅，一個月真係出30條片，再有直播咁樣嘅。咁當俾10蚊、8蚊睇30條片，娛樂下有幾十個鐘頭娛樂都幾好啊咁樣。咁所以咧，我當時都冇咩特別嘅回報，直接係專門係俾會員嘅，純粹係真係俾大家去支持嘅啫。咁我都係好彩嘅，喺嗰一刻都唔係冇咩太多人鬧我。咁但係今次呢個香港夫婦喺日本生活咧就慘啲咯，俾人鬧到爆晒。咁但係我都見到有一啲YouTuber 咧，或者佢有啲觀眾下邊嘅留言咧，都唔係全部鬧嘅，有啲都支持佢哋嘅，即係覺得佢哋都做到一個例子咯。想做有夢想嘅，又即係都計個數，覺得自己俾半年時間自己去做嘅。咁去做咯，其實都鼓勵到一啲人去做一啲嘢嘅，所以即係成件事係啱定係唔啱咧？我諗係喺唔同嘅角度裏邊去睇咯。即係你正面啲去睇嘅又冇咩錯啦，但係如果咧負面少少去睇嘅，就會覺得哇，點解你要收人哋咁貴咧？呢個會員費，而係個目的係為咗自己去繼續嗰個頻道落去咧，或者可能佢哋真係太老實咯，講咗太多話你嘅錢就係用嚟買器材或者去諸如此類，幫佢嘅頻道繼續發展，好似係即係問人哋攞錢去做生意咁樣咯。但係你話調翻轉，可能調翻轉嚟講就係好似我以前咁樣咯，我真係純粹係多謝啲朋友支持，咁大家想支持我，可能請我食飯，咁我都未必去到咁多啊，因為有啲地方可能好遠嘅，可能要揸幾個鐘頭車我先去到嘅。咁不如就係用另外一種方法去支持啦。咁少少地10蚊8蚊咁樣每個月去支持下，當係買本雜誌或者買張報紙睇嘅價錢咁樣。咁舒服啲咯，大家會一步一步咁樣嚟咯。咁呢對香港夫婦，佢而家其實爆紅咗嘅喎。我諗全香港冇乜人唔識佢哋嘅咯喎。其實我覺得正面啲咁樣去睇咧，唔好灰心咯，唔好因為呢啲咁嘅輿論咧而打沉咗咯。因為嗰個壓力肯定係好大嘅。呢啲事情咧，我諗大部分嘅 YouTuber 都經歷過㗎啦，即係網上邊嘅攻擊啊，嗰啲留言嘅攻擊啊，我都經歷過好多無數咁多嘅。唔容易捱嘅，唔容易過嘅。
自己一個人會容易捱。如果你嘅影片係講生活，包括埋你嘅屋企人、你太太或者你太太嘅親戚或者你其他嘅親戚咧，係好難捱嘅，唔容易捱嘅，因為你企出嚟去做頻道嘅人，你自己知道發生咩事，但係你身邊嘅人咧，你嘅親戚朋友咧，佢哋唔知發生咩事。哇！點解會俾人哋鬧到咁樣？點解會俾人哋攻擊咁樣？係唔容易過嘅。咁所以做錯咗，行錯咗一步，我覺得改咯，再去用第啲方法嘗試咯。咁同埋我都喺呢度講，呢對夫婦咧可以借住呢一個機會更進一步咯。雖然唔好話對與錯啦，但係因為呢件事而真係爆紅咗，但係好負面嘅爆紅啦。我諗大部分人都係鬧啦。咁但係借住呢個機會，係好多人都已經知道你哋係邊個，而我都入咗去，因為呢件事入咗去睇咗你哋嘅頻道，繼續真係仲有2個月嘅生活費。呢2個月或者呢一段短嘅時間裏邊，點樣去令到呢個頻道變翻更加正面，回報翻你嘅觀眾，拍啲更加多人接受嘅影片，觀眾接受嘅影片，去做好佢咯。好啦，咁今日我就講到呢度為止。咁希望大家唔好話我啦，或者任何一個人啦，大家都支持下你哋會睇嘅 YouTuber 咯。因為做 YouTube 頻道咧，喺而家呢個年代真係唔容易嘅。即係我都已經係叫做係放棄咗成1年幾2年㗎。即係大家見到我個頻道喺呢1-2年裏邊咧，我拍咗好少嘅影片，我只係維持住個頻道喺度嘅啫。咁但係我話俾你聽，由今日開始，我會重新努力，因為其中一個就係我見到香港呢對移去日本嘅夫婦呢個事件，我會覺得唔好辜負咗我嘅觀眾啊！即係到而家我都仲有觀眾俾緊會員費我嘅，每個月俾緊去無條件咁去支持我，真係無條件咁去支持我嘅。咁我真係好感激所以咧，我由今日開始咧，我會努力繼續重新去用我嘅方法拍我嘅影片啦。當然我拍嘅影片都係而家呢段時間開始可能有少少轉變咗啦，都唔會我都唔會拍好多關於我自己嘅生活片啦。因為而家呢個年代做 YouTuber 拍私人嘅生活片咧，係好恐怖嘅事嚟嘅。大家有拍過其他同行嘅 YouTuber， 你哋應該會明白㗎啦。咁我會希望借住我呢個頻道拍多啲大家有興趣嘅題目啦。希望可以我嘅頻道又帶來翻啲更加多嘅觀眾啦。或者可能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嘅頻道係比較正面少少嘅，比較令到人係覺得舒服啲啊，開心啲啊，壓力少啲啊。咁有時都會，我諗會俾到大家一個舒服嘅感覺啦。雖然我講嘢又唔係好叻，我拍咗幾年嘅影片啦，我講嘢真係都唔叻，對住鏡頭都係唔叻。但係我有我嘅真實嘅一面咯。咁我會希望大家都中意啦。咁支持我嘅或者支持其他 YouTube 影片嘅朋友，你哋記得咧一個免費嘅支持，訂閱佢啦。訂閱咗咧，其實咧拍 YouTube 影片嘅朋友咧就會覺得開心㗎啦。因為我睇翻我或者好多其他 YouTuber 嘅嗰啲資料咧，訂閱嘅人數咧係好少嘅。有50% 嘅人訂閱咧已經係好好㗎啦。咁好多時有啲 YouTuber 咧，佢哋可能得20%、30% 嘅人訂閱㗎啫。如果大家都多啲訂閱去你哋會睇影片嘅，即係你哋，總之我會覺得。逢係你哋想睇嘅或者你哋睇過嘅 YouTuber 都撳一個訂閱掣咯，真係一個好好嘅喺心裏邊嘅支持嚟嘅。咁拍 YouTube 影片嘅人咧就會覺得開心啦，同埋知道有人支持咧，就會更加多人會去做呢樣嘢。咁大家咪多啲更加多選擇去睇唔同嘅嘢咯，係咪？好啦，咁多謝大家今日到呢個為止，希望我哋聽日可以再見，唔係希望，聽日一定要有影片出到，我會逼自己努力繼續做好呢件事。拜拜。